我係校園小記者蔡子妍。我哋而家身處嘅地方係香港高鐵站。我哋依家係帶住同學嚟到廣州遊學。早晨啊！我而家就喺酒店食完自助餐，後面我哋參觀咗石室聖心大教堂，佢有非常華麗嘅玻璃窗，同埋用石頭同埋其他物料做出嚟，100年都冇倒塌嘅一座高樓。我哋亦都參觀咗中國近代歷史博物館，佢入面講述到日本中國抗日戰爭同埋唔同時期嘅戰爭嗰啲嘅資料，亦都有好多文物同埋武器嘅樣本。我覺得好開心可以參加呢一次嘅遊學活動，多謝大家。我覺得今次呢個行程呢，有好多地方都好靚啦，每一個地方都好壯觀。因為我喺廣州度買咗好多嘢啊，買咗呢啲嘢，因為我想返屋企送俾媽咪。我買咗個磁石係奧運會嘅嗰啲圖案，同埋個點子嘅冰箱貼。仲有最後一個係個掛背囊嗰啲裝飾。
就參加咗4年班嘅廣州遊學團，我咧就問下其他學生有咩感受？冇感受，一啲都冇感受。好開心啊！去咗邊玩啊？廣州。玩咗啲咩啊？玩咗啲嘢。去咗石室成身大教堂。係。仲有咧？去博物館。中山紀念植物館。係。學咗啲咩啊？學咗好多中國嘅歷史。學咗中西聯合。我會推介嘅景點係孫中山紀念堂，因為咧嗰度係紀念孫中山推廣清朝。我咧就建議咧食山大教堂啦，嗰度咧裏面咧好靚啊，而且咧有個超大玫瑰花，好靚好靚，我咧可以保證你見到之後好驚訝。好玩咗啲咩啊？玩咗好多嘢。玩咗咩？去咗邊度玩啊？我哋去咗博物館。博物館睇咗啲咩啊？睇咗以前嘅歷史。睇咗以前歷史。仲有啲嘢冇食啊？好食。好食啊！食咗咩啊？最中意食咩啊？最中意食薯條，但我冇食薯條，我見到有薯條。雖然我哋冇咗聖誕 party， 但係我哋都好開心啊！下個旅行都玩得好開心。Merry Christmas！平衡猜，平衡跟住他人平衡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校園電視台。各位觀眾，今日嘅主題就係音樂科嘅巡禮。今日我會為大家介紹嘅係音樂科嘅兩大樂團，管樂團同埋鐘鼓樂團。呢兩個樂團係充分展現咗我哋同學喺中西音樂科嘅才華。首先介紹嘅係鐘鼓樂團，同學們的鼓意精湛，充滿活力。佢哋為我哋帶來鼓舞群英樂曲。冇等咁多啦，去片！
賞完精彩嘅中樂團，而家咧就到我哋嘅西樂團演出。當然要介紹我哋嘅管樂團，佢係由一群2至6年班同學組成，佢哋透過管樂同埋敲擊樂演出豐富嘅音樂。接下來請欣賞他們的演奏，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作品《軍隊進行曲》。今集嘅節目就播放完畢啦，拜拜。